化牛奶赞不赞？赞。市长保利。彰化冰淇淋赞。彰化乳牛赞。彰化县政府赞。商业交流会大家这边来这边。谢谢小朋友，谢谢。1、2、3，还剩1、2、3。稍微降低一点点。期间，这起舞的团欢哦，我们总共有29000多头哦。那我们呢所生产的这个牛奶呢，大概全台湾4罐里面就有1罐是我来自于我们彰化县哦。那怎么样把我们品质好的这个牛奶能够行销出去哦，这就很重要哦。那我们呢再次呢谢谢我们这个所长长期以来对于我们这个牛的这个部分的辅导可以说不遗余力，让我们的这个酪农都能够呢这个有更好的这个品质产生哦。那实际上这个牛奶衍生出来的这个外加的东西实在是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后续还会在这个区块再来着重我们食品的一个相关的开发让我们的酪农提供干鼓励好人休息，我们还可以再做更多的部分。我们后续还会针对我们的这个相关的畜产的区块，我们会做整体的一个这个休闲观光的一个规划那我们都知道牛奶很营养，里面有钙啦，有脂肪啦，有我们的这个非常多的这个营养分、维他命等等存在那这次要特别谢谢我们方院会非常的这个用心的在这个区块努力的来争取那我们这次会把我们的乳牛节在11月22、23号2天会在我们方院土地公前面的广场来举行。那22号是属于比较静态式的，23号我们呢就全部都动起来了那会有很多的相关活动。我第一次开记者会看到现场来把真的牛都带出来安尼公安龙会有去过公安小路赶快可以给那我们呢这个再次的邀请我们所有的乡亲伙伴们11月22号可以来看静态的，23号我们整天在方院普天宫里面有我们这次乳牛节的这个活动，很精彩，欢迎大家共襄盛举。再一次的恭祝我们的活动顺利圆满，那所有参与盛会的各位贵宾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好咱的这个酪农拢会使行人在继续看无人在行人来看看鼓掌掌美好彰化，希望城市我们一起来努力。水泡泡用笔记，这叫水泡泡。其实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最主要的就是3个